我哋呢個運動嘅名稱係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。行政長官提名權專屬於、只屬於提名委員會。今日嘅講者嘅發言呢，真係有一個一錘定音嘅效果。呢部白皮書呢，唔單止向香港社會發放，仲通過7種外國嘅文字呢，還我港人治港，還我港人治港，係向國際社會發放嘅。民陣7·1遊行之後，部分參加者留喺中環遮打道集會，警方凌晨3點之前開始清場，一共拉咗511人。爭取公民提名。你係咪反對暴力？反對咩㗎？我唔清楚啊。第二個問題，你係咪反對佔中？即係我哋支持係反中央嘅，即係反咩？反佔中，係一時唔記得咗啫。第三問題，你係咪支持保存、保障和平？咁為咗乜嘢而行咧？唔知啊，我為咗嚟得閒啊咁咯。你係咪想希望有普選？我過嚟玩，過嚟玩啊！過嚟知有咩玩？有冇人同你講呢度有咩玩咧？高。1. 確立公民提名權為2017年嘅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方法。2. 展開立法會改革，廢除立法會所有功能組別議席。3. 向港人鄭重道歉，並撤回就本港政改嘅不義決議。否則，4. 梁振英、林鄭月娥、袁國強同埋譚志源等主事政改嘅問責官員，應當引咎辭職。我而家要呼籲希望